我干啥的？干小事老注意，这个你到你们到你老不的。不要了，买光了，到底干不要。买光了，要不讲讲好几。哎呀呀，今年老么给去看，你没注意了。老拿去哪？我家长。高兴的吧，你们就那块要干了嘛？让那么这才说这个是里边控制掉的，我自己我导演了嘛，是三毛在录书的，要怎样说的说的，你两个条的字幕条，你大家字幕条，哎是那么说的，大家给你我聊嘛。哎，是你说的啊，他啥的？就是我别没有了。哎，是你也啥时候没玩路啊？你去上啥家？说你到真的有你那啥包啊，但是嘛，是你嘛，用不对地方。你要用到，我下午二的抢你我不是你我不是路啊。你是你妹妹有了上啥？你是嘛是地方嘛地妹妹，我就把你嘛给中国包去了。对啊，你这地妹妹，我从他们太辣，我太辛苦了，我种开哦，对的，是生意咯，这个那个还上海里哦，你看人家我就好听过，这人家一来的，你那是你那是老在这里面子，还得老的要是要哦，给我的了，那现在有工资啊，这个我得老的要。等你老，我弄了还了。那些23怎么样？我等你老了，你说，那个弄他了道歉，弄他了还。你幸好等到消费者跑人才的，我还是太路跑了，你也消费。你就是咱们请谈了，咱们请谈了。所以还行了，行点么行去里头，所以还没中午的，要爬进山去谈了。这个还要我个下个好点就。搞怎么清理？搞得我到现在搞怎么清理？这个怎么清理呢？木去他。这个烧的你老的接了，他怎么清理掉？没本事了，我了自己我那个吃。老的怎么清理啊？有，好老玻璃的老油子。本事老的了。而且你理解了，我今天还提到你必须我讲人太大消费嘛，啥讲了，烧我这些你烧。只要还得非得让人家，非让人家老吃嘛啊！有的我们得这个那嘞，马上给找。那你们怎么？一年嘛少少给，然后我不是你家。今天他给买一年，我根本就在找这，我已经把过。我怎么反正？你莫这个你带到就到我就还，一时还老这种过年的那给莫啥子呢？你讲我早就讲嘛，你了，过年一信。那再说，过几个月还得干嘛？我还是现在嘛，这个事情咱们在这样。对，我是怎么的？是这的，当年没叫我开，你他找的，你找他来开的，我得找是么的？他才有找的，我开我知道。只要在被人什么好，我在被多少个钱嘛？有的找有的开啊，那嘛我得找是什么的？你看你找我嘛，就这样本事清大。就这个。结果买车费，提個車費冇，提個車費多，啊？我這個冇怎麼用嘛？啊，嘥。怎麼只有1滴啦？怎麼？地這麼有點麼？我這個冇。對啊。現在開有地就是，家有去開了，完了有的臉上了啊，有的臉上有大那些花的好日子，對我那你們呀，剛從家家那個那地也行的嘛。